来看这风台消息，今年第18号风台花甲3，今早起是已经变强，成做中度的风台。这暴风科啊是真有可能甲规个南台湾拢砍条咧。气象署是上紧明早起就会发布海啸警报，暗时就会发陆上警报。比塔风台减弱消散了后，各地暂时出现短暂稳定天气的空旷。不过，山内伫后壁的花甲3风台拜六早起增强为中度风台，伫往巴士海峡移动过程中会继续来增强。拜一暗时到拜二日时，将是风台伫台湾相对上均影响上大的时阵，暴风可不排除包含南台湾，也整个东部拢会落大雨。它会在下周一、下周二最接近台湾的。这个地方，那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就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包括高屏的山区，包括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礼拜花甲3风台外围环流慢慢接近贵人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开始落雨，各地午后雷雨也增强。拜一开始，花甲3风台会慢慢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到时东部、东南部地区也个东北部、高屏山区爱严风，大致雨顶级以上落雨，各地沿海也有强阵风。气象专家警示，风台即阵所处环境有利于发展，我军台湾时也无排除真侪强烈风台。它至少可以达到中度台风到强烈台风的等级，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在南海还有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所谓的风王那因此这个台风不止会带来显著的降雨，也要注意到的风。专家预估，气象署伫礼拜早起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暗时接续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一直到风台远离海境解除，影响时间大约是60点钟。期间除了雨势以外，嘛要注意这个强风。记者综合报道。